真係唔抵㗎，即係要我自己5代香港人，我係好可惜㗎。當然啦，我由我阿爺嗰代，因為日本仔嘅戰亂，我哋國家咧係國婆帶嗰一代嘅後人，10幾廿隻貨船載貨嘅，你經過我哋海面咧都要收買路錢嘅。你話我爺嗰陣時幾有錢喺香港，我爺爺讀書咧要請個卜卜齋老師上隻船度教佢讀書啊，大佬，唔係去學校㗎。我哋水上人好不幸咧，就係啲水上人咧，以前就冇將啲錢咧擺銀行嘅，嗰啲黃金啊、白銀啊、貴重嘅嘢啊、神紙牌啊，擺喺隻船嗰度噶嘛。咁日本仔打香港嗰時，咁咪炸沉晒咯。咁我爸爸就焗住上岸啦。當年我記憶中咧，因為我爺爺個媽媽咧，即係我阿嫲啦，我未見過嚇。佢係生第2個仔難產死咗嘅，變咗我家父咧好細個咧就冇咗媽媽嘅，所以我未見過我阿嫲。咁但係我爺爺咧就為咗佢生 BB 仔死咗咧，終身不娶。咁啊，淨係食大煙啊！3兄弟，我爺佢哋3兄弟，2個食大煙，1個爛賭。咁啊，再經過日本仔戰亂咧，咁啊全部打爛晒。咁我阿嫲據我哋所知咧，係阿霍英東個媽個姊妹嚟嘅。所以當年咧，霍英東佢哋又運煤炭嘅，我哋屋企咧就運米嘅。變咗戰亂嗰時咧，佢哋要同我哋攞米嘅，冇米買啊嘛，要日本仔配給啊嘛。